但市伫疫情过后，持续拼国际观光，尤其去年11月结合民间团体所举办的大台南国际旅展当中，日本主题馆有15个馆区餐点已经创下历年来上大规模，嘛是台南甲日本长期友好交流的见证。其中，仙台文化观光局甲仙台观光国际协会为了庆祝台南400，特别组团来参访。同时延续两市观光交流。23号特别动员15间业者举办商谈会，以丰富的大自然景观甲历史人文来行销宣传，希望吸引台南将仙台当作重点市场。会中台南市旅行公会有39间旅行社共同参与招商，场面相当热烈。と仙台東北と台南市の交流というのは。每年都有这样的交流，那特别是今年的话，台南市400周年，然后台南市政府也邀请我们到这边来参加灯会。那借由这样的活动，我们也是邀请仙台市的业者到这边来，一起来推广仙台的美丽。然后也希望我们台南的业者，希望多送客人到我们的仙台这边来，也希望对我们观光的部分交流有更加促进。大切なことは、例えば日本の方が台南を知る。台南の方が日本を知る，特に这次是到这边来特别推广仙台宫城县的魅力，但是我认为，我们仙台宫城县的业者也对我们台南需要去了解，然后也需要去发现这边的魅力，然后经过这样的活动呢，希望有台南和仙台有更多的这样的发展。台南对2006年大家仙台定价为姊妹市，去年4月也出现包机直航。让业者看好彼此的交流，创造双赢局面。推介交流会，让两市的旅游业者能够再次的在疫后，我们一起在观光的产业一起携手，一起共创我们未来的旅游行业，能够让两市的市民互相的了解，我们的旅游的相同性跟文化性，那这一次真的很感谢他们，在今年在400年，来跟我们在一起共襄盛举。迎接台南400，日本仙台除了组团来参加2024年台湾灯会庆祝，并再来表演节目，希望双方交流、鼓鼓等等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